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11月6号，我们要分享的是新的呼召，从祷告服事开始。我们要读尼希米记第1章3到4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你们应当一无挂虑，要在祷告中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上帝，用感谢的心祈求，上帝所是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会借着基督耶稣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章6到7节。从尼希米记一开始，我们看到尼希米的领导特质，他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是一个祷告蒙上帝悦纳的人。当他听到故乡悲惨的境况，他就开始禁食祷告。他要去见王之前，他先向上帝祷告，能够改变王的心，或者是说能够成就他所要求的。他要在建造城墙之前，他先向上帝来祷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他透过祷告，他相信上帝会成就这些的事情。这种信念非常的重要。如果你祷告，但是你心里不相信上帝会成就那件事情，那件事情可能就不会成就了。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尼希米，凡事从祷告开始。他相信借着祷告，上帝会垂听这些所祈求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相信祷告上帝会听，即使上帝应允了，我想你也不会认为那是上帝答应你的事。如果不相信祷告上帝会扭转每一个世代，不相信上帝会行大事，那祷告怎么会有功效呢？有一次在一个为旱灾求雨的祷告会当中，那个牧师就发出了号召，请大家一起来祷告。其中牧师发现有一个小女孩，她好奇怪，她带着雨伞来祷告。牧师就问这个小女孩：小女孩，你为什么带雨伞来呢？这时候小女孩就回答得很有智慧，说：我们现在来是为什么来祷告？是为了下雨啊。那如果下雨，我们回去没有带雨伞，就会被淋成落汤鸡了。很多人祷告就像那些成年人一样，而不是像那个小女孩，因为他们没有期待今天就在这个时刻，上帝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没有预备上帝会真的降下雨来，没有期待上帝真的会听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这就是我们祷告的光景。可是这个小女孩就不一样咯。如果今天上帝真的降下雨来，我怎么可以没有预备呢？我回去如果没有带雨伞的话，就会全身淋湿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小女孩非常有信心。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有信心的祷告啊。有信心的祷告就是会让上帝在那个时刻大大来降下他的恩典。尼希米的祷告，它是从历史的意识开始。我们大部分的祷告都是求上帝赐福于我们啊，很多人祷告是求上帝赐福给他的事业啊，医治他的身体啊，求上帝
医治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啊，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好像流水账一样，只是报告我们的情况。然而祷告其实是一种征战。尼希米他从历史的意识上来祷告。什么叫历史的意识？就是意性，就是说他可以感受到历史上的需要，或者是那个时代那个环境的需要与呼召。他感受到这个时代性的需要，然后他里面有一种负担，他感受到同胞这时候的需要，感受到同胞的苦难。他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到他们受到的情况，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在第4节说到，他就开始哭泣了。他决心禁食祷告，特别是为了这一些的需要，为了这样的负担。当我们看到整个国家的光景如何，教会的破口如何，我们是否可以感受到那一种内在深刻的感动与负担？你才会真正的热忱的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否则你的祷告可能就是为了好啦，我为你祷告，然后相信上帝会医治你，但是不是真的从灵里面的这样负担热忱来为他祷告。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时代或者那个环境的需要，人们心灵的需要在哪里，你没有从环境或是历史的意识来出发，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他们的需要。如果我们有从这样的一个灵里的负担，你就会看到这些灵魂他们在呐喊，因为他们不是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如果有这样的负担，我们就为了这样的一个负担来祷告。我们教会的新堂刚建造完成我们过去一段时间为了新堂的装修建筑来祷告。现在我们的新堂宣教中心已经好了，然后呢，我们的目标就是为了能够赢得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儿童或是亲子一同在那边敬拜。我们希望吸引这些社区来的这些的年轻夫妇带着他的儿女，还有那栋大楼有好多学生补习班。我们希望借着这一个地方来宣教，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聚集。我们有没有看到他们在灵里面的需要？我们热忱的祷告，有这样的负担从灵里面激发出来，然后为他们来祝福，为他们来祷告，希望上帝的灵来触动他们的心。有一天他们能够走进这个新堂。我过去常常看到他们经过，然后他们就是探头，然后看里面到底在做什么。当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好多年轻人经过，然后看了一下，就是停下来看，后来离开。我想祈求上帝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渴慕。当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我相信圣灵因着你的祷告，你的热忱，会触动他们的心灵，能够来亲近，来渴慕上帝的救恩。一旦他们进来，圣灵
借着你的祷告，使他们的心灵不断的有这样的渴慕跟成长，甚至更新，建立基督的身体，使他们对上帝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以至于能够长大成熟，达到基督那完整的境界。弟兄姐妹，让我们从祷告的服事开始，愿神将这样的一个负担放在你的心里面。我们来默想尼希米，他听见，他看见，他凡事都以祷告来开始。然而我们可以从他的祷告里面学习到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至大可畏的，你向爱你并且遵守你诫命的人信守你的约。我们为着我们台湾的同胞呼求你，求你眷顾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你知道我们的困境，我们面对对岸的威胁，我们面对看不见这些病菌的威胁，我们承认我们的百姓犯了罪，我们的祖先和我们都犯了罪，求你赦免我们，是给我们对世上灵魂有热忱的这样的一个负担。你呼召我们，就是要来负担他们，为他们的灵命，为他们的灵魂来祷告。特别我们要为着我们还未信主的亲友来祷告，愿主圣灵来感动他们，赐给他们有一颗柔软的心，渴慕的心来归向你。我们期待他们有一天能够接受你的救恩，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